如今四海安定，朝廷最险恶的风浪也已过去，所以儿子觉得现在是显示皇恩、求取民心的最好时机。皇帝要大赦天下，额娘非常高兴。但皇帝为什么要在立皇贵妃上做文章呢？皇帝完全可以以更重要的理由去大赦天下。再过半年就是皇帝25岁的生辰，那时不更名正言顺，值得天下同庆吗？皇娘，儿子对德妃的感情，天地可见。虽然现在儿子还不能立德妃为皇后，但在儿子的心中，她早已是真正的皇后。儿子封德妃为皇贵妃，那是当作封后的大事来看的。皇娘，儿子觉得这件事情比儿子的生辰更为重要，因为德妃为儿子吃了太多的苦，受了太多的罪。皇娘现在不是也十分疼爱德妃吗？额娘的确是非常疼爱德妃的，但德妃这件事上，额娘是有底线的，朝廷也是有底线的。额娘和朝廷可以说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，她毕竟是汉人。皇帝，你为何要将之前谈好的底线打破呢？这说来说去，不还是说到满汉是否真是一家之事了？满汉一家，额娘会支持皇帝，但一家人里也有主次之分呐。这个界限，皇帝你千万不要忘记。就拿立皇贵妃这件事来说，额娘的意思是，不能够立德妃。冯太医怎么样啊？是格格还是阿哥？娘娘，是个格格。怎么又是格格？怎么就没有怀上阿哥呢？娘娘，格格也是宝啊，皇上不偏心，皇上也喜欢格格，尤其是贵妃娘娘生下的格格，皇上定会格外珍爱。你这是在宽本宫的心。本宫明白，这格格和阿哥可差得远呢。主子如此年轻，往后定会生下很多阿哥的。云儿这话说的，我倒是爱听。那皇娘觉得，谁最适合做这个皇贵妃呢？要说可考虑的人选，佟佳氏和果真最该考虑。不是额娘不心疼德妃，正是因为封德妃为皇贵妃又会引起风波，而且皇帝也承诺过，不会再动德妃的妃位。若不是灵珠出事，皇贵妃之位空了出来，儿子也不会想这件事情。额娘觉得果真更合适些。后宫最忌讳的就是皇妃有野心，有野心便想算计别人、陷害别人。这两个人都无野心，但似乎果真更为可爱，皇帝也更加喜欢果真吧。如果佟佳氏跟果真相比，确实是果真更适合一些。不错，果真如今是贵妃，晋升为皇贵妃也不会显得唐突，而且她现在还怀着孩子，没准这一次是个阿哥呢。皇娘，这个儿子跟您说实话吧，就算果真给儿子生10个阿哥，而德妃一个都没有生，果真在儿子心中的地位也不能同德妃相比。立皇贵妃这件事，也要听听皇后的意思。皇帝，不如我们暂时将这件事放一下，就让皇贵妃之位暂时空着。等我们两个人想法一致的时候再说吧。好，那就让皇贵妃之位先空在那儿吧。不过皇娘，皇贵妃之位不能空得太久了，如果空得太久，会让人起疑，引起议论。
卑职要恭贺娘娘，娘娘荣升皇贵妃，当是指日可待了。云儿也恭贺主子，大家都在说主子这次定会晋升为皇贵妃，谁也争不过主子。要说这件事情呢，本宫啊是大有希望。皇后娘娘告诉过本宫，估计呀是已经探听过皇额娘的意思了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都赞同贵妃娘娘升位，那这事儿便是板上钉钉了。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没有什么悬念。但是，皇上他这么宠着董小宛，就怕皇上是想升他，而不升我。娘娘多虑了，董小宛还只是德妃，她要升也只能升贵妃。有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保着您，不可能出什么意外的。是啊，皇上如此喜爱主子，现如今主子您又怀着皇上的孩子，董小宛是争不过主子的。冯太医、云儿，你们听着，这皇贵妃的位置，本宫是志在必得。等本宫登上皇贵妃位后，3年之内必当皇后。若是这个董小宛敢跟本宫争这个位置，本宫绝不饶他。妹妹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最近如何啊？妹妹今天过来看姐姐，也正要告诉姐姐这事儿。冯太医确诊了，说是个格格。妹妹怕他验的不准，还让冯太医去请金太医过来验。可金太医也说是个格格，看来妹妹只有怀格格的命了。妹妹怎么这么想啊？格格也是个宝啊，也是件大喜事啊。先生个格格，然后再生个阿哥。姐姐恭喜妹妹。妹妹还要恭喜姐姐呢。妹妹恭喜姐姐？姐姐有什么喜事啊？姐姐，你想呢？这灵珠死了，皇贵妃之位就空出来了。那接下来荣升皇贵妃之位的人肯定是姐姐，所以妹妹当然要恭喜姐姐了。妹妹怎么会如此想啊？姐姐有什么资格被封为皇贵妃呢？皇帝没必要不高兴，如今形势大好，皇帝想废除三法的愿望也不会有太大的阻力。皇额娘，儿子多谢皇额娘能够支持儿子废除三法，儿子会在大赦天下的同时，下旨宣布废除三法，让普天同庆，民众欢腾。好主意呀！找一个好理由，大赦天下的同时宣布废除三法。那我大清人口最多的汉族百姓真的会非常高兴。可儿子提出了一个理由，皇娘不赞同啊。哎呀，皇帝，我们不是刚说好先不提那件事吗？额娘跟你说另外一件事，近来前庭后宫腥风血雨，气氛实在是令人压抑。咱们要不要弄点喜庆之事，冲一冲这股污水晦气呢？这事儿啊，儿子跟皇额娘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儿子正有此意，儿子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，正想跟皇额娘说呢。你说说看。儿子想给
英格尔和寇寇指婚。皇娘说这事算不算大喜事？算不算好事？好啊，英格尔和寇寇可不是小人物，一个是皇帝的侍卫统领，和皇帝有兄弟之情；一个是德妃的侍女，和德妃情同姐妹。皇帝跟德妃一定是商议过，要亲自给他们指婚吧？皇娘圣明。这事儿，朕跟德妃确实商议过了，这便好了。既然皇娘你也同意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恭喜德妃娘娘，娘娘终于赢得了太后娘娘的心，实属不易，娘娘令人钦佩呀。洪师傅能重回议政会议，小婉也真心为洪师傅高兴啊。啊，这些都是皇上的恩赏。如今皇上已经掌控了议政会议和朝廷，随时可以将三法废除。在这件事上面，娘娘功不可没呀。是洪师傅功不可没，洪师傅在关键时刻总能帮上皇上不少忙。好了，你们两个说完没有啊？是来互相吹捧的，还是来商讨朝廷大事的？快来谈谈正事吧。皇上，这寇寇和英格尔的成亲之礼能由洪师傅亲自主持，这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是啊，英格尔、寇寇，由朕还有德妃娘娘亲自来给你们指婚，你们愿意吗？皇上，奴才愿意。奴才早决定了。皇上，寇寇还不想成家，寇寇要是成了家，就不能陪在姐姐身边服侍姐姐了。寇寇绝对不离开姐姐。寇寇，姐姐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成了亲，还是住在宫中，你可以随时以妹妹的身份来看望姐姐。那不同的，寇寇不是姐姐身边的人了，就不能随时来看姐姐了。兰贵妃和姐姐关系那么好，还只能10天半个月才能看姐姐一次。寇寇求皇上和姐姐不要给寇寇指婚，待寇寇服侍姐姐1年以后再说吧。你这丫头，怎么这么不听话啊？起来吧。皇后，皇帝想立德妃为皇贵妃的心意十分坚决，你也要劝劝皇帝。皇额娘，这皇上的脾气，臣妾哪敢劝呢？臣妾相劝的话，只会惹得皇上更加反感臣妾，没有效果。倒也是，那你不必劝，你只需要表明你的意思就行。皇额娘的意思是，臣妾可以向皇上表明立场，赞同晋兰贵妃为皇贵妃。对。你对皇帝表明你的意见，假如皇帝坚持要晋德妃呢，你就提议暂时不立皇贵妃，以免惹得额娘不快。臣妾遵旨。不过皇额娘，这皇贵妃之位怕是不能久续。从前未立皇贵妃便没有这个忌讳，如今既立了，怕是不能久续啊。额娘知道，先拖一下有好处。德妃知情以后，定会坚决拒绝，慢慢皇帝就会明白，到底该晋谁为皇贵妃了。皇额娘圣明。皇额娘，如今皇上身边又少了2位妃子，也应及时进补才是。这件事额娘也跟皇帝提过，但如今皇帝的心思也不在这件事情上，干脆等定了皇贵妃的事后再一并进补吧。你是皇后，进补之人你要多加留意。是，臣妾定会多多留意，一定会让皇上满意的。对了，今日额娘跟你谈的事，你不能对任何人讲，尤其是果真同家事懂恶事，绝对一个字都不能漏，明白吗？是，臣妾绝不敢漏一个字。
扣扣，朕与德妃娘娘亲自为你们指婚，可你竟然不领情，你还想再等1年？朕告诉你啊，你能等，朕的英格尔可等不了，是不是？不，皇上，奴才能等，都听扣扣的。当然了，肯定会等得颇为痛苦。扣扣，这1年太久了。是啊，这1年太久了。不行，万一这期间，英格尔要是爱上别的女人怎么办？皇上，闭嘴！奴才可不敢。用英格尔自己的话说，他经常会拈草惹花的。你说这当中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朕该怎么办呢？因此啊，你得赶紧给他生个孩子。要生孩子就得赶紧办成亲礼，成亲了，朕就给他官升2级，让他做大内侍卫统领。奴才跪谢皇上。啊，谢皇上天恩。朕还以为你会断然拒绝呢。如果当初朕没记错的话，好像你是从4品官职。朕当初要升你的职，你是掏心掏肺的说，什么英格尔只想做皇上的侍卫统领，时刻保护皇上。英格尔什么官职都不要。哼，原来今天一说要给你升官，马上你就答应了。原来你是在骗朕呢。这个皇上，您还不知道，皇家禁卫统领和御前侍卫统领差的不仅是2级官职，那还差着好多薪俸呢。奴才以后要养家，要养扣扣，还要养一大堆满汉合一的娃，这压力大呀。所以呢，奴才再也不敢抗旨拒升了。皇上，听了英格尔这话，我对扣扣以后的日子啊，着实放心。多好的男人呢！为了能让娘娘更加放心，皇上，请皇上将皇家禁卫统领和御前侍卫统领2份差事都让奴才兼了吧。这样呢，奴才既能领2份薪俸回家，又能随时不离皇上左右，这才是真正的2齐全美。洪大人，您的意思呢？皇上必须要提防英格尔别有用心，而且用心良苦啊！如今，本宫的死敌灵珠死了，他的心腹娴妃也完蛋了。本宫真是十分高兴啊！妹妹也是打心眼里高兴。姐姐，咱们后宫这些女人，当属灵珠最为恶毒。如今这个灵珠啊，自饮毒酒而亡，死得极为惨烈。姐姐，咱们的仇报得太痛快了。说起来，替本宫报着仇的还是董小宛呢。说实话，本宫如今对她倒是有了几分感激之情。是啊，妹妹现在也不讨厌她了。仔细想想，这董小宛的歌舞还真是美极了。我对她的歌舞倒不怎么感兴趣，她倒是还有一件事值得本宫感谢她。你可知道是何事啊？姐姐是说，当初她劝皇上没有立即废黜。皇后娘娘，药要凉了。拿过来吧。是。孩儿啊，你说每天喝着进补的汤药，有意思吗？皇上不来，本宫想怀阿哥，也怀不上啊。娘娘，皇上还是定期来坤宁宫的。人是来了，可魂儿还在董小宛那儿。皇上也只是敷衍了事，因此本宫到现在也只有2个格格，再也没怀上孩子。娘娘定会怀上阿哥的，娘娘贵为皇后，一定会怀上阿哥的。能否怀上阿哥和是不是皇后没有关系，能否怀上阿哥是和皇上宠不宠爱你有关。
只要皇上还宠爱着那董小宛，本宫这些汤药啊，都是白喝。孩儿，你去请兰贵妃来，本宫实在是闷得慌，想同她说说话。是。淑妃，本宫想帮董小宛。姐姐想帮董小宛，帮她什么？本宫敢肯定，皇后定是要对董小宛下手。董小宛一直认为皇后是好人，她并不知道皇后有多厉害。若是皇后要对她下手，定能让董小宛死无葬身之地。是啊，多娜藏得极深，如今她又贵为皇后，她要是想整谁，怕是谁也逃不掉。再说了，多娜用毒蝴蝶害果真之事，至今都无人知晓，都倒是灵珠和姐姐所为呢。不过她还不知道，本宫如今已经看穿了她。本宫不只是想帮董小宛，更是想借董小宛的聪明和智慧，将这个偷窃本宫后位的贱人打翻在地，让她原形毕露。那妹妹还是有些不解，姐姐，你帮了这董小宛，让她去扳倒皇后，那这董小宛以后在后宫的势力不就更大了？姐姐难道是想帮着董小宛当上皇后啊？本宫还真希望她能当这个皇后，只可惜她当不了，永远都当不了。她是个汉人，皇额娘是绝对不会同意的，朝廷和议政会议也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那姐姐是想帮兰贵妃和荣贵妃，还是说姐姐还想着要自己复位？本宫可不指望能够复位，这最好的结局，也就是能给本宫一个皇贵妃之位。可是本宫曾经沧海，这皇贵妃对本宫也没什么吸引力了。那姐姐是真想帮兰贵妃或荣贵妃？佟佳氏一定当不了皇后，她最多也就是个皇贵妃的命，且还不一定呢。那姐姐岂不是要帮果真？这个小果真，难不成还要成大气候？没错，这个不起眼的小果真，没准儿便是多娜倒下之后的皇后。姐姐，妹妹不明白，姐姐凭什么要帮果真呢？妹妹，姐姐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呀。如今多娜这贱人当了皇后，我们在后宫的日子不好过，再加上本宫的脾气又大，日子更不好过。可是这个果真天真单纯，若她当了皇后，咱们肯定不会被她抓到把柄。如果她知恩图报，那么今后定会对我们言听计从。那往后本宫和妹妹岂不是气就顺了？姐姐好像是有什么心事，姐姐可愿告诉妹妹吗？姐姐呀，确实是有心事，只不过这心事与姐姐自己无关，而是姐姐担心妹妹你啊。
恐怕从那天起，咱们后宫啊就要被他一手遮天了。是，妹妹全听姐姐的。可是妹妹要怎么和他斗？妹妹，你就听姐姐的安排吧。你与这德妃亲近，可以趁机找些她的不是，让咱们皇上和皇额娘对她产生不满。到那个时候，皇额娘和本宫就有话可说了。姐姐这般认真写这幅字，是要送给皇上挂在新暖阁吧？不是，是送给你和英格尔新婚的时候，挂在新房里。啊，姐姐，英格尔那头蠢牛哪懂得这么高雅的诗句啊？姐姐应该写：在天愿为一片云，在地愿做两头牛。这样写啊，他就看懂了。你要姐姐写在天愿为一片云，在地愿做两头牛，那姐姐可真这样写啦。啊，别，还是连理枝吧。他那头蠢牛啊，还是我慢慢教化他吧。扣扣啊，这英格尔其实一点也不蠢，他聪明着呢。你别看他平时总是说错成语，其实啊，他是在逗我们呢。启禀娘娘，静妃娘娘和淑妃娘娘来看望娘娘。他们过来了，哼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还真是有点奇怪。姐姐，还是不要见他们了，皇上最讨厌静妃了。娘娘是否要见他们？若不见，奴才便去回了两位娘娘。不用了，他们能来看我，也实属不易。快去请他们进来吧。这。两位娘娘，德妃娘娘有请。进去吧。行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两位娘娘今日前来钟粹宫看小婉，有什么事吗？今日，本宫来向德妃娘娘道歉。两位娘娘这是干什么？不，该道歉的，本宫还想向德妃娘娘表示感谢。德妃娘娘确实是有德之妃，本宫也来向娘娘表达歉意和感谢。两位娘娘快别这样了，有什么话咱们坐下说吧。原本还以为啊，德妃娘娘会让我们吃个闭门羹呢，没想到德妃娘娘是个如此大度之人，立即便请我们进来了。看来还是本宫更了解德妃。本宫与淑妃说，德妃是善良之人，绝不会将我们拒之于门外的。她还不信。两位娘娘今天能来看小婉，小婉心里很高兴。这后宫真正的恶人是灵珠，小婉对两位娘娘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感。再说，小婉一直希望跟后宫姐妹能和睦相处，所以小婉怎么会将两位娘娘拒之门外呢？德妃娘娘真是明理。本宫从小养尊处优，性格确实有些毛病，本宫也是吃了这性格的亏。不过，本宫与那恶人灵珠绝对是两种人。是啊，德妃娘娘，本宫是最了解静妃娘娘性情的，所以才和静妃娘娘亲如姐妹。两位娘娘过来，应该也不是单纯来看小婉的，这里也没别人。两位娘娘要有什么话，
不妨直说吧。本宫是性情直爽之人，那本宫就直说了。德妃，你帮我们除掉了后宫一大恶人，我们都很感谢你。可你还不知道，如今这后宫中还有一个极其阴险可怕的人。主子，咱们的人看到静妃和淑妃到钟粹宫去了。什么？索尔娜和淑妃去看望董小宛了？真让人难以置信。奴婢一直在想，静妃和淑妃对董小宛到底说了什么？不管他们说了什么，这董小宛全部都会告诉我。你说什么？可想而知，如今这后宫，还有谁能有这么大的胆量，敢对果真的孩子下手呢？是啊，德妃娘娘，如今这后宫最符合条件的只有多纳皇后。多纳平日里与果真向来要好，她是最了解果真的。可如今多纳已经贵为皇后，自然是不怕有人怀疑。可她生怕果真生下格格后会与她平起平坐，甚至有一天会踩到她头上，就利用我们所有人对果真怀有龙似的嫉妒之心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下了这个毒，不但瞒过了皇上，还瞒过了皇额娘。那两位娘娘的意思是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帮我们一同找出证据，把多纳这个凶手抓出来。两位娘娘所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。可是多纳皇后一向行事低调，和后宫姐妹相处又十分和睦，而且她和果真的关系最好。
所以无论从哪方面，都不应该怀疑多纳皇后的。而且小婉觉得，倘若真要怀疑一个人，是需要十分充分的理由的。更何况还是地位尊贵的皇后娘娘，所以小婉恐怕要让两位娘娘失望了。小婉也想奉劝两位娘娘，此事一定要慎重。姐姐快坐，妹妹也坐。姐姐，你都好久没来看妹妹了，妹妹真是高兴。姐姐来看妹妹，也来看妹妹肚子里的格格。重要的是，姐姐有些话要跟妹妹说。啊，云儿，你带你扣扣姐姐在门外守着吧。是。走吧。姐姐，你怎么能信静妃的话呢？皇后娘娘一直都对我很好，爱护有加的，她怎么可能用毒蝴蝶害我呢？这害我的人，一定是灵珠，或者是静妃呀。果真妹妹，姐姐倒也不是全然相信静妃娘娘。跟你说这件事，只是想让你多留意一些。毕竟你现在怀有身孕，多长个心眼总是好的。你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呀。姐姐，妹妹多谢姐姐的关心和爱护，妹妹一定会好好保护好腹中的孩子。要不是担心你的孩子再有不测，姐姐不会跟你说这件事。昨天静妃娘娘跟我说，让我帮她彻查皇后娘娘。此事重大，姐姐不能轻易答应她。可姐姐想，若此事真是皇后娘娘做的，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。所以姐姐想私下里多多留意和观察皇后娘娘。姐姐，你要查皇后娘娘？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为了妹妹惹祸上身啊！妹妹，姐姐怎么敢彻查皇后娘娘呢？姐姐只是担心你，所以多留心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姐姐，你真是对妹妹太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妹妹，姐姐跟你说的事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皇上。毕竟对皇后娘娘的猜疑还没有证据，私下怀疑皇后娘娘，这是不合礼法的。姐姐放心吧，妹妹最好、最真心的朋友就是姐姐你了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定当严守秘密。不过，妹妹总觉得这索尔纳的话十分可疑。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！妹妹放心，姐姐自有分寸。